同行吼。伊即个念同行，毋是同行吼，所以咱较注意者。啊好，咱三角鸭头来祈祷，咱要开始咱今仔日的礼拜。慈悲疼痛的主啊，愿意来到圣殿组织三角敬拜。主你放下天顶的宝座，为着赦免阮的罪，替阮顶伫十架顶洗清阮的污秽。阮伫顶礼拜顺利选出首位的长老、5位的执事。那各团契会长、队长也陆续伫改选中，主愿阮所选的，伫属因教野的智慧，也选出你合意的同工，伫你的旨意下面，阮甘心欢喜，尽心为着福音的事工来拍拼。主你求你属因拢有大爱的能力甲智慧来所做主你所爱的工。主啊，阮来祈祷，愿你保守阮的心安静，且听你的话语，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求你用有色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为向这平安，咱来吟新圣诗68首，主耶稣放杀你，宝座免流。请兄弟起立。
请犹原徛伫，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接续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告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众体告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33篇，启应文33篇就是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捌我。我的一步一动，你拢知。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我行路，我休困，你拢会看。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倒闪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惹早。咱亲像日时。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侪。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这声。求你指点我，互我无歹行为，带我行永远的道路。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万人的中间竞选了阮，互阮成做你的细囝，你的子民，伫你的引带内面踏入群底你的道路。受你的保守甲启发，用新的眼光看即个世界、即个人生，互阮透过你的引带得到人生的目标，透过你的保守，赢过摆伫阮面前大大小小的挑战甲考验，伫阮软正有限的生命内面，时时刻刻体会到你疼痛的奇妙甲丰富，阮搁一摆来感谢。阮真欢喜今仔日阮中间有兄弟决志要成做属灵大家庭的一份子。嘛有兄弟决意对他教会转来南门，甲阮做阵来敬拜甲服侍。阮深信，阮有遮个意愿，有遮个所行，拢是对主为着伊的好意来行伫阮的心内的，这是值得阮欢喜甲懊恼的。现主时世界疫情非常严重，伫人类在为着性命安全在奋斗的时阵。嘛牵连到国际政治甲经济冲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
毋捌拄着的大难关。相信即马无论是甚物人，拢毋敢夸口，人会当赢过天。求主怜悯即个不幸的世界，毋望人类经历即个大灾难，会当重新来反省，看出家己不过是受造物，实在无法度来掌握家己的运命。即个世界若是无一个创造的主宰，人的受苦甲成功拢无任何意义。我为着世界的平安来祈祷，求主怜悯受着病痛困毒的人，无论是住伫世界倒一个角落，伫病痛中的人，求你回应因的恳求，赐落医治伫因的身体甲心内，保守因的家属，嘛赐因气力甲勇气，牵调你，专心倚靠你。伫疫情的中间，台湾特别望你的保守，阮深信的确有你的心意伫其中。教会必须要思考主你伫即个大事件的内面，所要托付教会的使命是甚物，阮通来行伊。有人毋相信神迹，阮教会是用侪侪神迹起造起来。阮相信主的奇妙作为，犹原日日发生伫阮的四周围。主你犹原透过这个奇事，继续来造就你的子民甲你的教会。毋望阮人人会当把握你每一摆的奇妙的作为，达成阮的使命，宣扬你的信息，拯救这个世界。阮安尼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祈求。赞美，请献歌队。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伫即个神圣的时刻。
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记载伫台语和日本圣经的下卷105页。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11节，我来读。第3日，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姻的宴席，耶稣的老母伫遐，耶稣甲伊的学生也互因请去赴宴席。第3节，酒用了，耶稣的老母就对伊讲：“因无酒啦。”耶稣甲伊讲：“老母啊，我甲你啥物干涉？我的时还未到。”伊的老母甲遮个找用的人讲：“既然伊甲恁讲的，恁就惊伊。”第6节，照犹太人洗清气的例，伫遐有摆6个石甕，大家会堆伫2、3桶水。耶稣甲找用的人讲：“用水互伊满甕，就互伊满到甕口。”佮甲因讲：“打着养伊，芳互将你引导的人，就芳互伊。”第9节，水变做酒，将你引导的人试啉伊，毋知对倒落来，夺着养水的找用知，将你引导的就叫新囝婿来，甲伊讲：人拢是来先摆好酒，到人啉侪，才用较厝的，独独你留好酒到即点。11节，即个头一摆的新日，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显出伊的荣光，伊的学生就信伊。今仔日张牧师要讲的讲题是第1个新日。咱搁再一摆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遐今仔日下早起伫遮聚集，阮要来恭听主你的话语。主，阮恳求你圣神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因为你的话语，搁再得到快乐；因为你的话语，互阮的性命起做搁较坚固。主，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伫主你的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啊，祝大家平安。今日下早，咱要来举行圣礼典。圣礼典是一个稳定的记号。我今日也要用约翰福音耶稣所行的第1个新约，就是大家拢熟悉的就是迦纳的婚礼内底，将水变做酒的一个新约。咱搁来一摆来思想上帝对咱的奇妙的疼、救赎甲稳定。经文一开始，伫一场婚礼的内底，充满着欢喜，新人甲所有的来宾伫遐快乐，伫遐啉酒，快乐伫遐来食饭。结果伫即个一片足欢喜的气氛内底，危机就渐渐临到因的中间啦。啥物危机？就是酒用了啊，无酒啊，无酒就莫啉就好啊。咱台湾人可能爱想，毋过伫即个中东迄个所在，无酒对一个宴席，对一个新人来讲，这是真重大的代志，这是真失礼的代志。酒无啊，酒用了，这是对一个主人是真无面子的代志，是真失礼的代志。不过咱来想看卖，酒用了，咱人生真侪阶段，敢毋是嘛？定定拄着酒用了的情形嘛？咱定定会去计划足周详的有一个筹备，包括咱的婚礼、咱的学业、咱的工作，咱毋茫会用做甲安尼滴水不漏，安尼足详细，准备甲足好的。毋过偏偏有当时就是安那，酒用了啊。有当时咱的工作出问题，有当时咱的人际关系出问题，有当时咱的婚姻出问题，经济出问题，咱失去咱的健康，也是咱失去咱心爱的人。毋管安怎，人生拢是常常毋是咱会用来预料的，毋是咱会用来想象的。这个危机就参像即个婚礼共款，参像即个酒用了来点伫咱的生命内底。酒用了毋但是危机，嘛是咱
咱人生每一个阶段，咱会晓想象，咱拄着真危险的代志，真趣味。当咱来看即个犹太的宴席内底，因咧供应酒的即个次序是安那？咱若对第10节来看，伊讲人总是大先摆好酒，到人啉真济的时阵，就是一开始甲上好的酒甲摆出来，然后啉甲茫茫的时阵，即个喙齿已经无遐敏感的时阵，才甲迄个第二好的、较次顶的酒安那甲摆出来。最后宴席一直进行，到落尾酒才会来啉完啊。所以伫遮咱看到犹太人伊咧宴席的内底，伊供应酒的次序是安尼：上好的酒，然后安那次顶的，然后慢慢啊酒就啉了啊。咱来看咱人生的即个经历，咱细汉时阵哇足有体力的。当少年的时阵，若一个好酒共款，足好诶。到中年的时阵，40-50岁，咱的体力达到咧走下坡，若亲像4好的酒共款。然后到年老的时阵，一日，咱像酒拿来安那要啉了共款。婚姻嘛共款，一对男女恋爱进入即个婚姻的时阵，非常的火热。这阵做流行的爱情像极了美酒，像极了什么？所以爱情就安尼，然后结婚了后咧，逐工拢过日子，逐工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做平常的，安那就拿迄个次等的酒共款，到最后，咱若无努力来经营，咱的爱情就消失。啊，到伫冲突的内底，一对翁仔某。爱情已经用了啊！上可怕的，毋若是人甲人的关系，人甲上帝的关系嘛是共款。当咱打信主的时阵，咱是足火热的，就若亲像甲主每一厝的三堵，就若亲像啉着足好的酒共款。然后日子一天一天过，一年一年过，咱共款阁是来做礼拜，毋过迄个感动已经无啊。即个信仰，咱亲像次等的酒共款。咱安逸的时阵，咱就袂记咧上帝。看到即个即个婚礼内底，即个犹太人供应即个酒的次序，互咱甲咱的人生、甲咱的信仰有真大的关系。咱有咱咧想，咱甲上帝关系拢无问题，咱的信仰真好，咱来小心。有当时咱会袂记咧经营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的确，咱甲上帝的关系，若亲像即个婚礼共款，酒用了也是一个足大的一个危机。所以伫遮，咱要来看即个婚礼拄着即个酒用了即个危机啊！即个危机后来成做一个传奇，最后变做一个真好见证的一个信仰。我要甲大家来分享。有3个原则，就是当咱来拄着咱生命中间的即个危机的时阵，咱要安怎互咱的危机变成新者？第一个，咱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内底；第二，咱来求叫耶稣基督；第三，咱来绝对来顺服。第一，咱来看邀请耶稣。经历新约第一个关键，迄个关键人是啥物人？就是迄个主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2章的第2节，伊讲啥？耶稣甲伊的学生也互因请去赴宴席啦。耶稣甲伊的门徒嘛受邀请参加即个婚礼，所以咱看到加在即个主人有邀请耶稣基督啊。无伊若拄着即个危机的时阵，伊就足闹气的，伊规个婚礼就叫破坏去。所以咱人的一生中间，咱会邀请侪人进入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毋过，咱爱注意，咱到底有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活内底无？进入咱的生命内底无？咱来知，咱所信仰的、信靠的这个上帝，毋是一个勉强人的上帝。伊非常的疼咱，毋过伊袂安那勉强，伊袂
来足强的来介入咱的生命内底。刚才有人来讲，我是一个足久的基督徒，毋过我足无认真的。安尼我来找上帝时阵，邀请耶稣的时阵，伊敢会答应我？咱若看到即段的经文，咱会用放心。伊讲啥？启示录3章的第20节，伊讲啥？看，我踮伫门外拍门啊！啥物人踮伫门外？耶稣啦！然后听见我的声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伊遐，我甲伊甲我要同齐来坐倒。所以，咱知耶稣基督当咱若拍门的时阵，伊袂甲咱拒绝啦。所以，只要咱愿意拍门来欢迎、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内底，要参照即个迦纳的婚礼共款，要互所有的危机来变成新热。所以，咱用得到耶稣基督的看顾，得到伊的帮助，咱用伫即内底来经验上帝的奇妙啊！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咱来邀请到对的人啊！咱的生命内底定定邀请对的人进入咱的生命内底，甲咱的生命弄甲人乱七八糟，处处拢毋对。所以伫遮咱来知，第一个重点就是咱的人生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内底。第二个，咱要来看，咱爱求耶稣基督。伫即个宴席的主人，也是即对的新人，事实上，伊对头到尾，敢知发生啥物代志？毋知呢。甚至伊若毋知影耶稣伫即内底行一个真大的新约，毋过伊却活伫即个新约的中间。为虾米？为什么伊毋知影耶稣行即个新约，互水变做酒？毋过因却活伫即个新约的恩典内底咧？因为咱来记一句话：有耶稣伫咱的生命内底，虽讲咱常常感受袂到耶稣伊伫咱的身边。毋过，咱悠然活伫即个恩典的内底，所以有邀请耶稣基督伫咱生命的一个即个生命是一个有恩典、有望的一个生命。所以，咱每一个人拢爱记哩，咱已经信主啊，咱是有恩典的，咱是有望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踮伫咱的内底啦。现在有人讲我若信耶稣信遐久，为虾米我将来毋捌经历到即个迦纳婚礼的即个新约呢？咱来问的是，咱对咱邀请耶稣进入咱的心内底，咱对耶稣基督到底有深的认捌无？咱看到玛利亚，当玛利亚即个知影耶稣是弥赛亚，只有伊能甲危机变成传奇的时阵。咱应该爱来学习玛利亚一个态度，就是当伊发现即个酒已经用了，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就对耶稣讲：因无酒啦，因无酒啦。玛利亚无先去找别人，伊发现酒用了的时阵，伊只有安那直接找主耶稣基督讲。这是拄着危机，咱常常爱学习一个态度。咱拄着危机的时阵，咱常常要人开始来找，但是抱毋知啥物人会用甲咱斗相共。咱常常会用困袂去，咱要安怎想足好的策略，来解决我的代志。咱都是无愿意跪落来，伫遐来祈祷，耶稣基督来求告他。所以咱伫遮，咱每一个人，咱来学习玛利亚一个重点，伊就是拄着代志的时阵，第一个直接找耶稣基督。伊知影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只有伊会用来解决伊的问题。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咱拢爱来学习玛利亚。第三，咱爱绝对来顺服。要经历新约，毋若是邀请耶稣基督，求耶稣基督，搁较重要，就是咱必须绝对来顺服。互伊来伫咱的生命内底来做主。第5节，伊讲伊的老母甲遮的找用的人讲，凡若伊甲恁讲的，恁着惊伊啦。发现无水的时阵，就甲遐找用的讲，甲遐老母讲，耶稣来甲你讲啥，你着照伊所讲的，你着来做。遐找用的人安怎做？无爱听嘛？毋是。第7节、第8节，伊讲啥？耶稣甲找用的人讲啥？用水互伊满红，用水甲迄个石红安那填好满，
就互伊抹到即个暗口，佮甲因讲，恁着让位甲扬出来，通互将你引导的人就通互伊啦。想看卖啊？但是你一个即个车用，你是一个车用的人，你会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咱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伫这个神迹还未发生之前，将来无人知影耶稣基督是啥物人，无人知影耶稣基督会行神迹。对着一个安尼的人，你敢会去顺服？然后，咱若看到遮车用的人，耶稣叫因甲这水倒入去石甕内底，安那，因有做无？照做。耶稣叫伊甲舀出来。遮车用的人或者是讲，我毋是笨蛋啦，你叫我倒水咧，还佫舀出来，当做酒摕去互管宴社的人看。我毋是骗子呢，毋过伊有照做，有照做。咱若看到圣经的描写，遮车用的人一句话拢无讲，耶稣讲啥伊就照做。毋过咱看到遮车用的人，却是第一个去领受到耶稣基督奇妙的神迹的第一批人。真做神迹领受的人，因为遮个车用的人，安那完全顺服，听就去做。即个时阵，咱有人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心内底，毋过咱无甲咱生命的主权交互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啥？晾在一边。咱家己安那拄着危机的时阵，耶稣你伫边仔看，我表演互你看，看我落斗，你伫遐看就好。咱常常是安尼。有耶稣伫咱的身躯边，毋过咱做甲咱家己的。直到咱有当时无法度去经历着迄个神迹。伫路加福音第5章第4节，咱来看，讲煞咱看到彼得的顺服。讲煞就是耶稣对迄个加利利湖边仔的岸边的人讲道，讲道了，伊就伫即个彼得的船顶，伊甲彼得讲，放较深的所在，拍网来讨鱼啊！西门安怎应伊讲？伊讲先生，阮通暝着磨，讨拢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就要拍网啦。因拍落去，就为着鱼真多，网仔拢要离去。伫即个故事内底，咱知彼得是一个足老练的一个掠鱼的，伊是一个专业的掠鱼的人。耶稣基督是一个啥？是一个目睭啦。所以你若一个专业的人，你听到即个外行的人来甲你讲要安怎做的时阵，你敢会接受？你敢会接受？毋过彼得的顺服，你若安尼讲，我就照你的意思来去做。做了，彼得经历着啥？非常的丰富。伊所掠伊的鱼仔，要甲规个网仔安那来用到要破去。所以兄弟姊妹，绝对顺服是咱生命当中上歹去学习的啦。咱参像车用的即个人，遮的仆人，啊那耶稣讲伊就做，明明是水，你甲我讲是要引出来要变做酒，你甲我装痟的，迄伫咱的思想内底是无可能的代志。伫对彼得来讲，伊有真好的经验。你一个外行的人，你要叫我放落我的专业。我的经验，听你的话，这是足困难的代志。毋过咱爱知，咱的上帝超越着咱的想法，超越着咱的逻辑。咱的上帝嘛超越着咱的经验啦。咱若甲靠咱家己的经验，靠咱的专业，咱会互咱的经验白死，咱看袂着迄个神迹。咱若互咱的想法白死，咱看袂着上帝要爱互咱搁较大的迄个代志。所以这是爱咱学习的。搁来，咱要来画出即个神迹，互水变酒的神迹是一个伫个本质完完全全改变的一个神迹。迄当咱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求叫耶稣基督搁顺服伊的时阵，咱的生命要得到完全的改变。伫圣经内底有一个人，咱作识的，伊生做真矮，伊是一个抽象的，伊叫做撒该。大概有一天，耶稣要经过伊所住耶利哥即个城市的时阵，伊要看耶稣，毋过想做想矮，
互即个人拢啊炸掉咧，所以伊只好安那爬上树啊，要来看耶稣。耶稣看到即个撒该，就甲讲：撒该，紧落来，因为今仔日我得较要点伫恁兜，我要入去恁兜，我要进入你的性命内底。然后耶稣进入伊的性命内底时阵，入去因兜的时阵，咱看到撒该有改变无？伊的性命完全改变。伊安怎甲耶稣基督讲？伊讲哦。撒该徛咧对主讲：主啊，我将所有的一半互送养人，若是捌换伊啥物人，就将4倍来赔互因。咱看到这是撒该伊性命的改变。伊本来是一个足贪财的人，足干挑的人，专门咧共骗钱的人。毋过伊即阵咧，我要甲我财产的一半来分享互遐送养人。我若有骗啥物人，我都用4倍来赔偿伊。这是一个本质完全的改变。撒该的性命原本是一个若水共款，遮尼遐，甚至是一个安那臭的水。毋过即阵却变成一个甘甜的酒啦。啊，弟姊妹，你愿你的性命经历着亲像互水变做酒的即个经验无？若是咱会解决咱家己性命问题，而且上重要的。咱生命当咱对水来变做酒的时阵，会养出来，来甲人来分享，会互侪人得到快乐，亲像即个婚礼的宴席共款。所以有侪人会因为咱的生命本质的改变，而得到祝福。互即个祝福是要创啥？即个新约是要创啥？咱爱会记一句话。耶稣基督对咱生命中所行的新约，毋是讲利益人尔，伊咧讲咱家己尔。搁较一个上重要的一个目的，第11节伊讲这是头一摆的新约，耶稣行伫加利利的迦纳，来献出伊的荣光啦，献出伊的荣光，伊的门徒就信伊啦。这是行新约上重要的目的。行新约毋是互大家用食饱、用啉足、快快乐乐安尼度煞。新约是要安怎献出上帝的即个荣耀来，互人因为即个荣耀，互伊的门徒拢会用来相信伊。所以新约上大的目的，就是要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的作为啦，互人来信上帝，这是上大的代志。最后。咱等于头拄仔所讲的，犹太人供应酒的这个次数，是对上好的，然后咧次等的，然后用了啊。咱有当时啊，咱的生命我讲，咱亲像这个循环共款。咱有当时足无奈的，咱感觉讲咱家己无法度去抵抗这个循环，咱变做一个宿命论，就是安尼。咱的生命就是安尼，婚姻关系就是安尼，工作就是安尼，信仰就是安尼嘛，都是上好的，甲次等的，才是我甲要拢无去。毋是安尼，今仔日的圣经文甲咱讲，即个时代甲咱讲，咱的生命的内底，最后耶稣基督会互咱变成上好的。这是耶稣基督踮伫咱的生命内底上重要的代志，就是伊要互咱生命变成上好的酒。咱若是愿意邀请耶稣来到咱的生命内底，顺服伊，咱的生命会得到本质上完全的改变。咱的生命过去亲像水共款，遐尼正，遐尼无味，甚至已经臭去啊。毋过上帝会互咱的生命变成亲像甘甜上好的酒共款，并且咱的即个生命是用安那养起来，甲人来分享，互咱来得到祝福，互咱来得到即个欢喜。咱三甲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借着即个迦纳的婚礼，你互阮看到，你是互水变做酒的一个上帝。这个新约，阮相信。踮伫阮每一人兄弟姊妹的心上，拢要来显明出来。因为你要互阮平凡非常正、非常无味的一个生命，
因为你参与伫阮的内底，互阮用变成一个上好的酒，用互人快乐，用来甲人分享，并且照着阮的性命来互人看见耶稣基督的大权能。主，阮恳求你，毋但是今仔日要洗礼遮的兄弟姊妹，主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阮相信你有你特别的恩典。你愿意，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主有当时阮软弱的时阵，主阮有当时若像行袂出主你的款式的时阵，你来加添阮力量。主，阮将阮家己搁在一边立伫你的面前来立志。主，阮要来变成一个完全无共款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616首。请正兄弟起立来吟，我踮伫主的听头。请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真欢喜，有几位兄弟要邀请耶稣进入伫因的生命的中间。咱知主耶稣伫世间的时阵，命令学生着接受两个圣典，一个就是伫伊最后晚餐的时阵，用桌顶的饼甲葡萄汁来表明伊为着世间人要牺牲，用伊的肉体要为着咱来拍判。用伊的血，互咱甲上帝立新的约。伊命令学生讲：恁着今年来纪念我。后来主搁活了后，伊甲学生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互因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伊就要甲咱三角直直到世间的落尾。今仔日咱就要执行主耶稣所命令咱。逐世代，直到伊过来的圣礼顶，我要邀请咱做伙先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即个礼拜中间
来执行主你直接的命令。阮伫遮要为着有几位兄弟，因欢喜邀请主耶稣来进入伫因的生命的中间，因要伫上帝甲阮众人的面前告别因的信仰，来接受上帝你救恩的记号。主，阮也感谢你，阮早前已经有誓约，已经领受洗礼的，亲像今仔日将牧师所勉励阮的。阮虽然有邀请耶稣伫阮的心内，总是阮从来毋捌求叫伊。恳求你，互阮搁一摆通过即个圣礼典，互阮知影，当阮人生酒用了的时，阮会晓来求叫主来帮助阮，也搁较重要，互阮会晓学习完全的顺服，阮才会通经历上帝你伫阮生命中所要行的信业。主，阮今仔日用欢喜的心，要接纳几位兄弟来归属伫主你的名下。阮恳求你用圣神运行伫阮中间，互洗礼者以及阮以前告别过信仰的，也是阮还咧追求真理的，借着即个圣礼，搁较体会上帝你的恩典。愿你悦纳阮所行所做，同心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有一首的圣诗是354首，伊咧讲起咱人既然大罪出世，咱坐咧吟就好，请咱来吟即首。我想咱来唱第1节甲第4节，咱来唱2节就好，好无？咱来唱354首，请咱坐咧吟。咱得到帮助是倚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甲赏赐咱活命的。所听的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咱的话。当主对世人中国活了后，还未上天抬升，伊有宣告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命令恁的，就教示因来守，就我日日要甲恁三甲日日到世间的路尾。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有听的人受到感动，讲阮着怎样做，才会通得救。彼得对因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也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记纳主咱的上帝所呼召的。今仔日上帝有呼召几位兄弟来归属伫伊，我要请吴碧昌、杜淑娟以及杨委员3位兄弟，请恁来头前，伫上帝甲阮众人面前来立恁一世人上重要的约。请你面对我，亲像迄时彼得叫人来反悔，来信耶稣基督，来受洗礼。当我也要安尼来对恁讲，恁着亲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圣神要探印伫恁的中间，恁已经定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恁要受洗礼，
请恁伫上帝甲阮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来回答我所要问的问题。请恁用有、无也是要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要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要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这是我用第三位替上帝名来甲恁行洗礼。因为我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圣神保惠师的名。胡必昌，我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圣神保惠师三位体上帝的名。杜淑娟，我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圣父上帝、圣子耶稣基督、圣神保惠师三位体上帝的名下。当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倚靠教会的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产的会员。恁有份伫主的道，伫伊的恩典，诚做新约恩典的接受者。请咱同心做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你用即个圣礼典来接纳有罪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的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求你保护因，互因会精进信仰的好精进。愿你用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来踮伫你的厅内底，互因会通一世人来服侍你。阮的主上帝，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也参加即个圣礼典的兄弟姊妹，会更较明白阮接受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恩惠。求你互阮会完全的反悔，带阮搁活倒转来归伫你，对答了后，为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请三位先回座吼，确定甲咱阁有三位要做信仰的告别，也是做献信礼，然后咱才做伙来甲接纳吼。咱还阁有三位请陈维如、陈明佳以及李以新吼，请你三位来伫头前。兄弟姊妹，即三位徛伫咱头前的兄弟，因有诶是细汉的时阵，父母有带伊来接受幼儿洗礼，也有几位兄弟因伫别个教派、伫别个教会已经领受过洗礼，总是今仔日因要来到咱的中间，来诚做南门教会即个属灵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因今仔日要搁一届来告别因的信仰，所以主所听即三位的兄弟，恁细汉的时，有诶已经受洗礼，有诶伫别个教会也接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来属伫伊。当上帝恩典，你伫众人甲上帝面前要承认恁早时父母替恁做信仰告别，也是你伫其他的教派所立的约来归属伊，献家己互伊。所以今仔日恁需要重新誓约来服侍伊。
咱的主耶稣基督有安尼讲：既若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我天父的爸、天灵的爸的面前来认伊。所以我搁一摆劝勉恁，也请恁来回答个别恁的信仰，伫上帝圣人面前诚实来回答我所要问的。恁有信上帝是恁的天父，耶稣基督是恁的救主，圣神是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要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赦免也无？恁有要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但即时，恁已经搁一摆来告别恁的信仰，所以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南门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伊新的约的恩典。即是请咱三位搁一摆出来头前一个，请咱现任的长老以及即个名誉长老，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无握手，咱用纸座吼来接纳伊，来接纳伊，请咱现任的长老以及代表教会来欢迎伊，请活倒过来吼，互大家看者，咱接纳了，我才过来介绍咱即几位吼。来，请咱长老来。加油！今仔日是一世人真重要的日子，所以因有足侪亲人朋友吼，来甲因祝贺，来甲因即个参与伫即个圣礼。我先请今仔日为着即几位要洗礼，所以来到阮教会的兄弟，请恁起立，阮甲恁欢迎吼，就无搁特别来介绍吼。请坐，我有甲因介绍，因为即个是足重要的日子，欢迎你邀请你的亲人做伙来参加吼。我一个来介绍，先为胡伯昌吼，胡伯昌的太太毋知倒一位吼，伫咱圣歌边吼，详思吼，真欢喜欢迎咱教会有一个洗礼证书，甲因所需要圣经的版本要送因吼。咱第二位来欢迎杜淑娟吼，即个伊讲伊的名叫图书馆吼，图书馆图书馆吼，所以你永远会记得看到伊就是图书馆吼，杜淑娟姐，咱特别请咱为着伊的身体来。伊即马拄甲咱咧对抗的中间，咱为着伊的身体来祈祷吼，来欢迎淑姐。李以新吼，伊是今仔个别信仰。李以新是谁个囝玲玲啦吼，阿舅伫遮，吼，遮几个阿舅拢伫遮吼，玲玲的囝吼，以新，伊即摆还搁咧读大学吼，咱欢迎以新个别的信仰。陈明圭吼，迄个台湾圭王鸡啦，人甲我讲北部音是叫做圭，南部音叫鸡，陈明鸡。伊伫看世界教会吼，超60年前、70年前洗礼，我为着要找伊讲幼儿洗礼资料，看世界教会找无啦，所以讲无要紧，咱今仔伫遐个别信仰吼，在到伊年老的时阵，伊一届要来鉴定伊的爸母当时带伊来洗礼，所以今仔做健身的，咱来欢迎陈明基吼。单位姊妹最近也真积极参与咱的各种的团契吼，
伊敢若以前捌伫济南教会吼，总是我若找无以前的资料，所以今日搁一届个别信用，来欢迎陈维如吼姊妹。有人讲伊像林辉环，你感觉？杨委员吼，杨委员吼，真欢喜伊来追求了后，要来洗礼，咱来期待无偌久以后，伊若会使透露吗？结婚了，伊明年1月要结婚啦吼，咱真欢迎委员兄来甲咱做伙天国的道路，欢迎你。谢谢，可以坐。我也顺续来欢迎李医师甲秀玲姐吼，因要转接来到咱的教会，咱今仔日我用泡泡来甲因欢迎吼，秀玲甲李医师，这是咱来甲主共济道。弟兄姊妹，当主要所受回迄年，伊利用最后机会，甲伊的学生讲。你看，即个要成做我的身躯，我要为着恁来拍破，为着咱的罪付出迄个代价，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伊利用桌顶的葡萄汁，讲看，即个是新约的记号，是伫我的胃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即个就是半过节的羊羔的保费。要伫咱的身躯做记号，咱要来领受即个新约的记号来纪念伊，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知影罪恶的代价就是死，若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永远的活命。主，阮是一个本来无愿望的人，应该沉沦伫罪恶中的人。若是上帝，你会听从你的恩典。用无罪的替换有罪的，伊为着阮付出罪代价伫十字架顶，拍破伊的宝体，流出即个宝血，就成做阮得到恩典、得到救的记号。阮感谢你，互阮有即顶好的恩典。你讲，既若落雨飞重担就近你，你要互阮得到安息。你讲，你徛伫心门外拍门。阮每一个若欢喜开阮的心，迎接你来到阮中间的，你要甲阮同齐倒，阮要三角来交陪，阮要领受圣神做阮的保惠师，阮要甲你圣洁的交陪，直到阮领受永远的活命。求你找见圣神来圣别摆伫你头前的即个饼甲葡萄汁，成做阮灵性活命的美娘来养饲阮，互阮通过领受即个饼葡萄汁。阮的性命甲你结连搁较深，愿你祝福阮伫你面前所行的圣礼典，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今仔日为着疫情的关系，也为着安全吼，所以咱每一个饼，咱拢家用一个小袋子吼，所以你要摕时阵吼，咱先。领受了，请你先甲拆开吼，即个甲破坏没有关系，即个袋吼，所以咱用安尼来收圣餐。即个是主要所基督的身躯，为着你甲我的罪来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即个是主要所为着咱拍破的宝体，咱为着安尼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侍奉的长老来头前来服侍。请咱来献开平时66首，咱的团的中间用这做咱的祈祷，祝你的身躯替我受伤拍破，咱用祈祷的心来领受上帝恩典。300。
16首。主你圣徒，替我受伤拍破，流出你宝血，献出你听我。当我要坐倒，恭敬感谢你，愿爱你笑脸，愿爱你笑脸，愿爱你来笑脸你。世间烟火，爱路拢无孤单，只有出世界，永远有阳光。当我要献首，求你相支持。让永远无声，让永远无声，让永远来无塞你。我打尽别切，因无就过你，上无路因是你的拢欢喜。人生拆开吼，人生拆开。先拆开，先拆开。请咱来拆开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你甲我，咱的罪来拍破的，咱要今日来纪念伊，做伙来领受。最后晚餐，当主耶稣食了后，伊就摕桌顶的杯对学生讲：看即个杯要成做新约的记号，是伫我的胃所设立的，恁着今日来纪念我。咱领受即个就是甲上帝立新的约，咱领受新约的记号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咱做伙来领受。囡仔搁袂过信仰，不管你伫说倒一个教会，办领是过洗礼，拢是主的道的人客，欢迎你来领受稳定的记号。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教示咱，每一届领受主的饼、主的杯时，咱着省察伫上帝面前认罪，无就是食啉家己的罪。望
来伫上帝面前来承认咱需要伊的救恩，然后用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的记号。主耶稣基督的血，为着咱所流的，咱要来领受最新约的见证。但以后你无过是罪人，你要因为信来得到称做义。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为着你甲我的罪所流的宝血，也诚做信仰的记号，咱三甲来领受上帝恩典。主讲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来死，直到伊过来。我要拜托咱大家确定散会了后，请你甲即个鹿仔甲即个杯，咱伫外口遐有一个，咱会通直接甲伊伫迄个所在吼，较免互人佫麻烦。望上帝平安，甲咱三甲伫咧。下面咱来奉献，请加正下即事甲淡薄赛即事。
较济。下面我来报告，今仔日咱礼拜举行洗礼甲圣餐，咱真欢喜哦，咱有真济兄弟加入咱的属灵的大家庭，咱来欢迎杜淑娟姐、吴碧昌兄、杨维元兄，以及陈明格兄，信用个别的李新姊妹甲陈伟如姊妹。以及转会节来甲咱的中间的李基良医师、陈秀玲医师，甲伊的囝婿甲查某囝新家甲蜜璇，咱来拍拍欢迎因。今仔日因为洗礼关系有真侪来观礼的朋友来到阮的中间，是毋是会当自我介绍一下，还是？我知影讲，还是牧师来介绍。我遮也无真侪资料啦吼，毋过真欢喜就是拜三查经班有真侪其他教会伫咱教会咧做伙查经的兄弟吼，伊为着吴碧昌兄会洗礼，就真侪来参加，嘛有迄个即个其他的人啦吼，我想因为真侪人，咱做一届来欢迎恁来，嘛下摆恁有机会，搁来甲遮洗礼人来甲因鼓励吼，多谢恁来参加阮今日敬拜，多谢。第二项报告就是小会公告，顶礼拜召开即个临时和会，咱选出4名长老，5名的执事。长老的当选人是白友谦、吴中勇、陈进光、赖明允；执事的当选人是赵碧光、李梅欣、梁家宏、陈怡如甲刘子虎。请大家为着遮个中级的当选者来代祷。求上帝赐福，互因能帮助因教会事工会当有利的教会。咱即摆来吟上映的歌吼，396首，当要散会求主赐福。受上帝祝福，愿将水变作酒，也伫十字架顶显明上帝的救赎恩典的主耶稣基督，用无限的听、无条件的听来款待阮的天父上帝。愿圣神保惠师为助者，甲咱正大家三合一个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列岛避讳。
天年照旧。